行驻疆援疆武警部队一定要以铁一般的信念、铁一般的信仰、铁一般的纪律、铁一般的担当，积极投身反恐维稳行动，切实当好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压舱石。扬威天山，利剑出鞘，雷霆万钧，决战决胜，让新疆各族人民真正的安居乐业，满怀信心的建设美丽的家园。同志们，有没有决心？有！向任务区开进！艰难险胜，维护新疆稳定，我一定坚守岗位，敢于亮剑，布下天罗地网，做出全部贡献。بخطرك رمز الشيء أنا قاتل 台变好，把坏人吓跑了。这就是我们的老百姓的福啊！新疆稳定比什么都好。感谢吴情，我心里很高兴啊！我太感谢了，真是不是很行业稳定，我们的安全有保障。点赞！帮你点个赞，那也是，为什么表示